偏向罗西亚海客，搁再来攻击台湾，这届是针对着公家机关、政府单位和企业，加在是影响无大。驻守伫台湾的中国媒体海峡道报伫咧做统战，陆委会也禁止因进入台湾，另外也查到5名里长有中国籍的身份。南韩反贪污机构公调处初3执行总统温室的逮捕令，到官社受到阻碍，宣布行动暂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初3夜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较偏向罗西亚的海客呢，是搁再来攻击台湾啊！这个是针对着咱的公家机关、政府单位、桃园集运，也有企业。那讲到这民间企业，军工电子是表示对公司是无重大影响。那财政部和法务部也讲有随甲这攻击挡落来。那司法部是表示讲，第一时间有掌握到证据，到目前为止呢，无系统互破坏，伫第一时间内就当恢复。今年才拄开始，台湾各一摆互深度的海客攻击，点开军工的官网，中时完全无法度显示网页，其他亲像细心和大众电脑，嘛是海客攻击的目标。军工初日对外发动信表示讲，官网系统是受到DDoS的攻击。目前评估对公司的营运并无重大影响。政府相关单位包括法务部、执行署和多级公司拢互攻击。阻挡它的 IP 连线之后，我们也持续的在观测、监测当中。阻挡之后呢，整个这网站之后都正常的运作啦。桃捷公司官网已有相关的防御措施，接获情资后立即加强监探，官网未受到影响，持续提供民众服务。传出深度的海客是对初日下晡开始攻击台湾，第一波锁定的对象包括桃捷、财政部税务入口网、证交所和军工；第二波是包括法务部执行署和大众电脑；第三波是台塑化和细心。细心伫下晡发公告指出讲，受到网络攻击的时阵是需启动相关防御机制，网站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大众电脑表示讲，对公司的营运并无重大影响。财政部回应讲，初日下晡系统有连线加班的现象，因就需采取防御措施来阻断恶意的连线。处理时间是5分钟。司法部回应讲，针对国际海客各一摆侵扰，是算阻断巨大的服务。第一时间已经掌握证据，发布资源警讯，协同相关单位来通报。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系统互破坏，拢会当伫第一时间来恢复。经验多之后的预防上面就会比较好，各个公司部门可以重新去检视，你在针对像DDoS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足够预防的能力在？专家讲，面对这种海客的攻击，建议不管是公司部门，都要较紧来导入强化数位韧性，设定信任架构，伫内外邦拢做好防御的机制，才当避免海客的攻击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国扰乱台湾的这个时间呢，完全是拢无伫咧停休。昨昏就发动今年头一届的联合警备警巡，有7架军舰、24架军机来扰乱。另外，这国安局也伫今仔日公布到中共政治信息传散太阳分析报告，讲这几年呢，这中共利用8种的网络平台伫咧传播信息，而且是锁定少年族群，引起民众对美国也有国军甚至是赖总统的无信任。敢若2024年这一年呢，就200万条以上的假信息。第一机动飞弹车头前翕相，总统赖清德新车进前，去台中海军海防大队甲因鼓励，也去青庄公园区见证宿舍完工启用。我们保修连就是在负责旅上的装备妥善。赖总统感谢国军坚守职务，守护国家的安全，因为中国军方持续用武力恐吓台湾。1月初2就发动新年头一波联合战备警巡，出动7架厝的中国军舰、24架厝的中国军机来侵扰。而且，佫一届出现4颗链灯包围台湾的态势，像是人敌阵的动作嘛无停歇。国安局头一届公布中国有争议的信息，传播样态分析的报告。最近这几年，中国利用复合手法，对台湾散布有争议的信息。从2023年132万9000条，到2024年增加到215万9000条，而且锁定少年的网络使用者为主要的目标，而且以8个网络平台当做传播的所在。那去年伫人面册、YouTube、论坛 PTT 内底，有争议的信息数量明显大增加。透过6大手法，包括运用大量有问题的口罩，伫咱国民众较接使用的社群平台大量洗版漏话，传播影片甲图，利用 AI 技术做出咱国政治人物咧讲话假的影片等等，要来削弱咱国对政府的信心，加关社会对其的情形。
我们知道认知作战是影响你认知之后影响你行为，它影响这个年轻族群以后的投票行为的话，现在就需要去形塑。不对称作战而言，这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它不需要像传统统战，它还要什么人要到，然后要威胁利诱。专家指出，对中国来讲，传统统战的手路都要出钱出力，人地战成本相对较低。按说未来相关有争议的信息要是继续增加，建议民众都要看免策略，详细查证，培养辨识假信息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驻守伫台湾的媒体海峡道报红标出讲，因有统战的进步。陆委会宣布讲，禁止这间媒体含伊顶头的福建日报来台湾驻点。这个消息一出来呢，这中国各大办随着卡登地，甲咱呛讲这两岸新闻交流是倒退路。不过，咱的陆委会也是甲因回应讲，恁就是这拗干破人面。另外，内政部也公布，咱全台湾有5个里长因有中国籍的身份，这民进党立委是呼吁讲，应该爱全面清查才是。中国主台媒体海峡岛报比亚出做统战任务，互陆委会宣布暂停批准海峡岛报甲伊所属的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来台驻点，引起中国各大办呛声，两岸新闻交流倒退路。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用硬回击：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信党啊，都是官定的意识形态，这个是举世周知的事。中国大陆说我们没有新闻自由啊，这个就像是夏虫语冰一样啊。这个反而自曝其短。海峡岛报是会当然维持了后第二个陆委会封杀中国官方媒体。邱垂正指出，福建相关媒体牵涉较侪有台湾国情的事件，强调不稳准不是新闻采访性质的工作，并且希望开放予其他中国媒体来台湾。对网红最近压出有台湾人申办中国身份证，邱垂正表示，过去10年只有查到679人违法，所以去下展开清查。不过内政部前一日先公布查到5个里长有中国籍。现在在台湾大概有5位里长，他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籍，然后取得里长的身份。请内政部就把资料公开吧，不要在那里只有在那里晃话而已哦。有中国身份证的情况底下，当然他不宜担任台湾的任何一个公职，但我个人是怀疑是不是只有5位。我认为内政部应该是全面性的、彻底的彻查。内政部表示，已经分别去函主管机关，也就是区公所，会按照国籍法甲户籍法规定办理。不过相关名单因为牵涉个资，无方便公开。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本地是7000万交保，初二搁再放羁押禁见。代理主席黄国昌就批评讲，这检察官变做是政治的虎仔，也宣布讲1月11要核调支持者去到自由广场抗议。民众党也强调会依法提出控告。那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案件，按算伫咧1月23头才开庭。抗告到底。如果考上抢考，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这4个人，因为金华城甲政治现金案做着起诉，北检第2摆控告成功，4个人全部互关押禁见。郭文哲初3透早，搁再互再往看守所，然后陈佩琪下晡去替伊准备衫裤，另外转交现金5000块。有没有想要对柯主席说什么？刚才停留大约10分钟了后，陈佩琪就离开呀。也来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是宣布，1月11司法节要全国总动员，伫自由广场来集合，捍卫郭文哲清白。你们到底申请羁押他的理由是什么？结果我们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多么傲慢，所以我们所有的理由都在那100多份卷宗里面，有一些我们还没有拿出来的，我们未来会是需要再拿出来。你敢再交保，我就继续抗告。我们国家的检察官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可怕的政治打手、政治鹰犬？郭文哲搁再互裁定关押，检察官提出事情，其中包含郭文哲甲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的来对话记录，显示相关人士同意讲话要以强势决定来解说金华城案，检方甚至以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反口径为例，认为郭文哲影响关键的证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翻供，这只是他们的推测，不代表我去指认。昨天律师回答得很精准，是他说蔡碧如只是就笔录做正确的陈述或叙述。难道既成事实
叫做串证吗？我们现在看到北检在做的就是柯文哲呼吸有罪，柯文哲用通讯软体有罪，柯文哲连开会都有罪，都是串供。早在2021年的时候，有议员质询金华城案，当时所有的官员在回应的时候就说这个是都委会的共识局。民众党讲，郭文铁敢若互北检欺负，除了伫司法界经由集结为郭文铁赞声，也强调绝对支持辩护律师提出控告。野南违建集团主席沈庆景已经经由律师控告，主张以着监爱断伊治疗，不予归押。办医心理监罚城案件要伫1月23头一摆开庭。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日伫立法院会提出着变更议程案，要求改选立法院长。因是质疑讲，这韩国瑜呢是配合着国民党团违反着中立原则。啊，那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也批评讲，总统偌前地才讲要调野和解，即马民进党团说是要来罢免韩国瑜啊。立法院进前三读通过选罢法、在位法和宪法诉讼法3法的修正案。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说，因后其中选罢法和在位法只请总统府公布，民进党团这个违宪呛要甲罢免。他说赵伟说刘仲说不能送，非罢免韩国瑜不可。对于相关议事人员、公务人员送监察院弹劾，另外到法院提告，这些都是一定要做的，否则的话，以后这个立法院可以关门的。赖清德总统呼吁朝野要走向民主的正途，也希望请韩国瑜韩院长来喝大和解咖啡。柯总召，你跟赖清德总统到底是在唱双簧，还是再一次的来打脸赖清德总统？一个说要大和解，一个说要提罢免。提出立法委员候选议长、副议长办法的规定，经过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人数提议，出席委员2/3以上通过，就会当改选。民进党团初三提变更议程改选议长，但是院会未处理。本件提案因未在本星期二113年10月31日中午程序委员会发言处理，依本院处理变更议程案例，就暂不予处理，并列入公报。另外，宪诉法的部分，行政院认为讲正歹施行，已经提出复议，另外嘛计划后一步会申请释宪。郭台铭甚至化为无拜读公道改善国会。那我们也提出宪法这个总统被罢免门槛也要调降啊，这个还有废死，大家就一起来公投，干脆国会跟总统就一起来重选，我们也是不会站的啦。行政院对于宪诉法瘫痪了宪法法庭，造成人民权利的受损，当然应当提起复议，后续提起释宪，从暂时处分的申请或是释宪本文，都是我们会后续努力的作业。总统宪诉法复议会过吗？罗总统参加大南方新设局推动方案的启动活动，并无回应宪诉法这议题。我需要强调讲，会拍拼启动各项救济程序，目前暂时无讨论公道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的天气是淡过冷，这玉山昨暗呢是落今年头一场的雪。气象署也提醒讲，后礼拜呢，还有一阵大陆冷气团来到台湾，影响的时间有1礼拜遐长。到时阵全台湾的低温可能是无到10度。拜五透早，玉山规片白茫茫，未输那个来到人间仙境。拜是暗时8点40分，玉山落2005年头一场雪，拢总落35分钟。加顿港涂骹已经累积0.5公分的雪。气象署表示，未来1礼拜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近期因为高山的温度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点的，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可能在3500公尺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要注意路面疾病的情形。这几日啦，全台拢是落雨淡冷的天气。不过气象署表示，1月初3拜五开始，各地水汽拢会减少，春冬半部局部地区会小可落雨，好天会持续到拜六。气象署提醒民众，把握拜六的好天，会当提早做过年大饼扫的工课，因为礼拜日甲后礼拜一这段时间，北台湾东半部和中南部山区拢会开始落雨。周日的时候，北台湾地区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水汽会稍微增加。主要台湾附近的东侧有个锋面逐渐形成，带来一些北风，所以北台湾地区的下雨几率稍微增加一点点。另外，气象署提醒，后礼拜一开始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到台湾，而且这波冷气团会持续影响台湾7天的时间，到时是大冷未落雨的天气形态。各地低温平均伫咧11度至14度左右，有的空旷地区甚至可能无到10度。提醒民众爱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避免感冒。记者陈阿选、王兴忠台北报道。
来看到这屏东东港的这安泰病院，去年10月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也逼出着违建的问题。县政府派人去查，发现讲这安泰病院有一半拢是违建，会分阶段把这违建的部分拆掉。那造成火灾的自动撼动力中心会伫14声拆，违建的部分呢也会甲病院开罚单。消防处警员甲违章的拆除通知单打起嚟，外壁拢有火灾烧到乌起的烟。屏东安泰病院去年10月初3发生大火，事故毋但是造成9个人死亡，搁互超级违建现形。法定空地，或者是利用我们的整个在网上加盖的违建，一共是有大概它的违建率达到47.2%。屏东县政府初3讲，安泰病院的违建和无照建筑的状况真严重，会分阶段来强制拆除。其中因大火造成严重伤亡的地动和动力中心已经排14要拆，限期10天内必须要清除内面的物件，一寡病人可能要转移。阮一只较近啊，你要甩别位，种种无方便。无几度感觉式的部分拢总是违建，地栋大楼因为东南边争起6楼的建筑，违建率到42.3%，边仔的动力中心是搁较严重。领照的面积，敢若1楼的45.68平方公尺，所争起做5楼的建筑，违建率是超过3300%。清查专区的建筑，搁发现各大楼法定空地拢有违建，面积是有10310平方公尺，等于全病院有一半拢是违章。安泰医院那边才197%，那容积率太少，所以有部分增建本来就要自行拆除，部分是在跟县政府讨论那个容积率移转，部分给社福单位使用，所以这些都已经在做变更。工作人员是无用在移除地动的设备，这物件咱的违建，县府说遮侪年拢无发现，嘛引起外界的质疑。县府解释讲，病院照建筑物公安检查办法的规定，必须要委托专业机构还是人员来办理检查签证，再向主管机关来申报。安泰最近10年拢是同一个机构签证合格。他检查的项目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当然会去了解啊。他那边也是说，他检查一切就是照着法规来啊。业者强调，讲这检查人敢若挂名伫个机构下骹，检查嘛是照法规来执行，但是违建是事实。县府会针对检查人签证不实发立案，嘛对安泰无经过核准，就家己变更使用建筑物，罚因30万，而且要求病院伫个违章拆除进前，爱甲病人好好安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本地是规划讲，对今年开始呢，这眠床贴啊，若准备拼，就爱立这大型本数清运费。环保局是看到这市面上有贴碰床的机器，会当取代人工，落尾是决定讲取消这碰床的清运费用，同款是免费回收。每年民众换新的碰床，这机会是哪来哪济？根据环保局的统计，高雄市每一档单调10万顶的旧碰床，逐个月清洁队就要处理超过8000顶。尤其过年之前回收废弃的碰床数量会增加1成。加在即阵有厂商出动这台新型机器，就会当甲碰床完全拆掉。所以，关地这个月特别实施回收碰床爱收清运费。即阵环保局是决定暂时无要收钱。环保局已经用标售的方式委托专业的厂商进行拆解的处理，那拆解下来的废铁来进行标售，就节省清洁队的一些人力成本的支出，所以才决定暂不收费。环保局表示，较早旧碰床是清洁队爱做拆除的工班，一个人逐工平均会当拆10顶。民间厂商这台专门拆碰床的设备，一工就会当拆超过400顶，所以决定要交予民间的业者来处理大量的旧碰床，嘛暂时无要收清运费，减轻民众的负担。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不要堆积那么多垃圾，看他们可以把那个东西拿去做什么回收再利用的方式会比较好。使用者付费，袂使有你种讲拢免费，免费一个东西到尾啊，拢是产生泛滥。将基本你爱有一个100块，你去用车，你去用车也是爱钱啊。环保局嘛呼吁随望回收旧碰床，维持免钱。准若是要甲旧碰床平起色，同款爱去甲清洁队登记，乌白单上当会罚6000。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这韩国反贪污机构公调处初3早起执行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到总统官舍所受到这警卫队的阻戒，双方拢不便商量。这5点钟后呢，这公调处宣布暂停行动，目前先用妨害执行特殊公务做理由，甲这总统官舍警卫处长和处长立案调查，要求因这2个人呢，伫初4就要到案说明。前规新区乌山的公调处警员陆续离开总统官邸，暂停对总统尹锡悦逮捕行动。南韩法院批准尹锡悦逮捕令了后，南韩公调处早起天也未光的动员30个人加120名员警，要进入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其中70个人留伫官邸外口待命，另外80个人伫进入官邸前后，两界受到周围官邸的立军首都防卫司令部第55警卫队阻止，发生真侪界肢体冲突。最后决定暂停逮捕行动，这嘛让尹锡悦支持者欢喜欢呼。 윤석열 대통령은 여태까지 국가의 법을 지켜왔고 저자들은 국가의 법이 없습니다. 대한민국은 지금 무법 천지가 되어가고 있습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국민의 한 사람으로서 도저히 그냥 이 자리를 묵고 할 수 없어서 이 자리에 찾아왔습니다. 韩联社报道，现场有超过1000名尹锡悦支持者对公调处行动示威抗议，佮阻止逮捕行动。为了防止冲突升级，警方调来2700多名警察维持治安。而伫官邸内底有超过10台汽车佮公车甲路挡条，差不多200名第55警卫队员加做人墙，互人无法度通过。公调处的3名检察官只有看到尹锡悦2名律师，无法度确定尹锡悦是毋是伫官邸内底建筑物。根据总统警卫法，这个警卫队是总统警卫处管理，负责官邸周围环境的警卫人物，毋是军方人员。伫双方对徛超过5点钟了后，公调处伫台湾时间12点半左右，用环岛对徛会威胁到现场人员的安全做理由，暂停执行逮捕令。嘛对尹锡悦拒绝遵守法定定罪行为表示违反，而反对尹锡悦民众是伫现场举标语牌，甲支持者伫路上的两边对徛表达诉求，要求继续逮捕行动。 그래서 빨리 체포를 받아들이고 구속을 받아들이고 그리고 빨리 하루빨리 하야를 해가지고 현재의 어떤 정치적인 그 혼란 상태를 끝내주기를 우리는 바라는 뜻에서 이 자리에 나왔습니다. 因法院批准的逮捕令期限只有到正月7日。公调处表示，原本烦恼就不执行逮捕行动，可能会出现更较多民众组织有人身安全的风险。7日执行，伊个是最后期限，即选伫初3拜五来做逮捕行动，最后有关无成功，会检讨后一步行动要安怎做。暂时先用涉嫌妨害执行特殊公务的理由，对总统官邸的警卫处处长甲副处长立案。 要求2个人伫初4到案说明。而北韩媒体朝中社嘛伫初3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受到弹劾的后续状况，认为南韩的政治已经陷入瘫痪，社会真混乱。国际新闻台宋平益。 1月初2呢，这以色列军方去空袭加沙地区15届，上无有68个人死亡，死者包括着加沙警察部门的首长和伊的同仁，连加沙南部防疫做是人道救援的专区，这届也防空袭，有真侪妇女和囡仔拢不幸死亡。 民众大力甲阿木土地搬开，赶紧区内看防轰炸过倒去大楼内底，是毋是也有生还者？元旦午夜拄啊过，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地区15摆，造成至少68人死亡，死者包含加沙警察部门的首长萨拉甲伊的副手沙万。 位于南部的避免人道救援专区马瓦西亚地也被轰炸，因为以色列军方得到情报讲，哈马斯武装分子正伫内底活动。对以色列去年5月下令民众对加沙走廊其他所在撤离了后，就几10万名无家可归、唔知要去倒位的民众伫马瓦西避难。医疗人员讲，伫马瓦西死亡的11人内底，包含这个妇女甲儿童，因是伫布棚内底无难。 فيش ولا منطقة أمان، فيش منطقة أمان، على الفاضي وين ما تروح على البحر انضربوا، هنا انضربوا، في جوا غاد يعني تحت انضربوا، وين ما ضرب وين ما جا، ضرب وين ما جا يعني قبل فترة صارت هواء والله كلنا تشهدنا على أرواحنا فيها.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讲，对2023年10月以下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区人口数减少6%，大约有6万名有新的婚姻人，因为医疗欠缺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威胁。到2024年8月，加沙走廊有将近15000名儿童营养不良，其中2288名儿童有严重急性的营养不良，占大约22%的加沙人口面临灾难性的粮食危机。5岁查某囡仔阿尔马德霍恩，差不多每天拢发烧到40度，3到皮包骨，伊的老爸老母因为战争无度工作，真烦恼也真着急，早囝情形。
جيت عشان بنتي عندها سوء تغذية شفتها وجيت ناس دلوني على جمعية أرض الإنسان وهي شافوا عندها كشفوا لها لقوا عندها سوء تغذية متوسط هاي بدهم يتابعوا معاها。对加沙地区2025年迄试开年，以色列军方强调行动一切遵循国际法，而且已经采用可行有效的做法来减轻对民众伤害，并且指责加沙的武装分子用难民营加做暗号，不过遭到哈马斯的否认。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挪威的道路交通咨询委员会初次公布上届新的统计，讲去年卖出去的新车，这电动车就占了到9成。挪威也变作是全世界伫新车市场当中头一个甲柴油轿车总换掉的国家。生产石油的国家挪威，在1990年代开始，就推出一系列奖励措施，鼓励消费者买零碳排汽车，亲像免除电动车、甲电动卡车的销售税、甲排放税。降低电动车的通行费甲停车费，还有允准电动车驾驶使用公车的车路。挪威道路交通咨询委员会初次公布上新的统计，2024年销出去的新车，电动车占88.9%，2023年是82.4%。In other countries, you see that someone put in some incentives or some tax exemptions, and then they pull them back again. To do this and to sort of succeed with this, you need to sort of keep at it for a long enough time, and it's working. And I think the recipe that Norway has used, it's definitely transferable to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后面规定2035年禁止卖碳排放的汽车，不过可能会允准卖使用碳收集技术的柴油车。挪威去年伫路轮驶的柴电车数量超过柴油车。根据公共道路管理局的数据，到12月份为止，路轮柴电的车占28.6%，比柴油的车23%较悬，不过比36.1%的柴油车较低。剩的12.3%是混合动力车。也若伫挪威汽车销路上好的，前2名是特斯拉的 Model Y SUV， 甲特斯拉的 Model 3。这2款车伫2024新车总销售量占超过18%，其他销路真好的车，还有福斯、丰田、富豪甲米凌的。中国真出名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去年销出去2669台，占的比例是2.1%。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你要过年啊，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你的年尾奖金会当领偌济咧。讲到这，人力银行公布这年尾奖金的调查，平均是1.39个月，也若做金融的领上济，要到2个月。虽然讲这做这业绩是袂歹，不过年尾奖金算领无到1个月。学者是分析讲，因为这原物料起悬，还有基本工资要调悬，才会去影响到。伫外商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3年外，虽然轮班的压力不遮大，不过今年领到6个月年终奖金，辛苦嘛算有价值。目前的话，因为有规划，就是要去卖房，这样就是当成买房的基金。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显示，今年企业平均发放年终奖金1.39个月，其中以金融业1.97个月上济，优秀员工甚至会当领到12个月。资讯科技业排第2，平均1.6个月，而且7成6未来有调薪计划。运输物流业平均会当领到1.5个月年终奖金。因为航运市场持续回温，机票海运产业的年终要领到20个月。最高给出大概平均20个月这样的年终，那主要是因为受到了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红海危机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让这个运输产业就忽然受到了一个运价反转这样的情况。调查嘛发现，2024年业绩回温的餐饮业加旅宿业，平均年终奖金煞较无1个月。经济学者分析，虽然疫情了后内需回温，不过过去1年嘛因为地动风台这天灾影响，国家各项成本拢起价，这拢有可能影响获利。基本工资涨了以后，其实很多厂商他们的人事成本是会增加的。好，那所以说人事成本增加之后呢，他对其他那个薪水比较高的员工，他们的年终奖金或者是分红，可能就有一些排挤的一些效果。学者分析，内需服务业也需要更加侪客源入来弥补上班日加小月营收，若是有机会更加侪国际观光客来消费，安尼就有助业绩成长。
企业主也有能力加协力反映伫年终奖金加员工分享。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的大巨蛋启用了后，除了漏水、会渗等等的状况，今仔日有民众发现讲，这大巨蛋的天棚不顺。万向公司表示讲，迄是外口的插拔器结构无问题，袂去影响到安全。不过机关是认为讲，就要赶紧成立评估委员会，全力来监督业者。台北大巨蛋启用，去年举办真侪场球赛演唱会，请真侪球迷甲歌迷。暗过有民众观赏演唱会，坐伫比湾看台区抬头一看，看到天棚出现真侪壁痕，引起公安的疑虑。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基础问题，你基础没弄好，你看还会动。对生命财产可能会有安全上的疑虑的话，那还是会特别注意。对，就可能会影响可能想要进场的一个意愿。是当然。有民众明白表示，大巨蛋天棚有地方会影响进场的意愿。台北市政府是要求远雄会同专业单位赶紧查明原因。已要求远雄巨蛋公司要会同专业单位查明裂缝的原因并且对外说明，务必保持场馆的安全。远雄车衫回形经过工程勘验，是表面涂装壁痕，不是结构型裂缝，未影响结构安全。裂缝验是演唱会期间产生，后续修补了后，会由结构技师进行整体勘验，确保结构安全。不过，拿着民代认为，市府应该检讨大巨蛋的使用规范，要求今年一定要成立大巨蛋营运绩效评估委员会。我们看到台北市政府至今还在为远雄的公安背书，这让市民感到不禁的怀疑，市政府根本就是在包庇远雄。它这个营运绩效的评估委员会我们就可以针对它的营运绩效，那么进行评估。那当然，这些漏水啦，或者是消极作为这个都会纳入评分。大巨蛋过去真侪摆出现漏水、看台油、电扶梯超载停止运作，道省只是无清楚等状况。暂平行认为，成立大巨蛋营运绩效评估委员会，应强化监督力头，透过外部专家评分，那远向连续2年无及格，就会被改用。公司记者采访报道。中华职棒今年上届签的自由球员陈子豪，今仔日正式加入味全龙，签10年1亿3000万的合约，是这联盟有史以来合约上长、总金额上悬的纪录。今仔日球团举行加冕记者会，这陈子豪是1号，那朱玉贤是11号，两个人合作，展现要摕到总冠军的决心。为球星陈子豪穿着味全龙队1号的新件衫，龙队重回中职一军，第3年就夺下总冠军。为着保强打线，在自由球员市场不得出手，以破纪录10年1亿3000万的合约签下东炮陈子豪，要以4年4800万签下朱玉贤。车衫特别举行加冕记者会，宣布这个好消息。一股冲劲的感觉，把它再回想起来，然后在新的球队跟着未来的队友一起去打拼。也谢谢我经纪公司想的蛮多的，也承受蛮多声音这样，然后也希望这个合约模式可以帮助到以后的学弟他们这样。穿着味全龙队11号朱玉贤原本伫乐天台湾拍球，陈子豪是原本替中信兄弟来拍球，会甲激励之劳，公关这人组成豪华打线，展现夺下总冠军的决心。我一定会把自己的实力再往上提升，一定要比去年更好，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味全龙拿下总冠军。味全龙一直秉持着创新创意的一个理念，然后也能够把这样的不同的合约条件带到台湾的职棒的环境中。现场味全龙也展示2人明星的相片，希望带来真大收益。因陈子豪这份合约唔但拍破富邦悍将张玉成3年半9250万的纪录，更加创下中华职棒史上上长合约年限。上最总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暗时会当看到这上限期做6000户，半暝2点的时阵是上界济，便用吊镜用目睭就当看到。台南的南营天文馆对暗时6点到12点呢，有举办现场的观测活动。若阵天气较好寡，就会当看较明。伫这新年头就6000户，红叫做3大6000户之一的上限期做6000户，这是半暝2点落上捌会当到100粒，民众用目睭就会当看到。伫台南的南营天文馆也有规划现场观测活动。通常它的极大期是比较短的，
好，就是它可能只有几个小时的流星数量比较多。好，那其他2个流星雨就是像阴线跟双子这2个，它的极大期稍微会比较长一点，可能在1-2天、2-3天内都还有比较多的流星雨的数量。流星雨大部分是对彗星来的，也若上盘去做流星雨是小行星的残留物。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常常有光影影火流星出现伫咧夜空。不过上盘去做流星雨的高峰期较短，集中伫咧极大期前后几点钟啊，这天气因素也变得真重要。如果你那几个小时没有看到的话，错过就没了。啊，尤其像今天，就是因为它全台都是云层比较多啦。那以月相来说的话，今天的月相是比较好的。若是天气好，伫视野广阔、无光害地点，一直到天光进前，拢有机会看到真侪流星。上界好的观赏方式就是倒立面向天。也若台南的南营天文馆也拍算伫咧初3暗时6点，若准天气状况适当，就会当举办免费的流星雨观赏活动，提供3时段星空导览解说，和民众做伙来欣赏流星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灯会咱9年，今年阁来到桃园举办，交通部电视主灯无限路园的模型，这顶悬有野球、传统文化甲科技，这拢是代表台湾的图。另外，为着要做环保，今年分予民众的挂灯有一半是爱接行动电源，希望减少废电池的数量。无限符号的外形，顶头阁有几落粒棒球的图。2025台湾灯会伫桃园，主灯无限乐园的模型拜五发表。主顶有18米悬，16米5宽，顶头有16万粒电火，视角会显示出棒球、电脑、原住民各传统文化，节通代表台湾的多样。我们希望能够有1000万以上的这个乡亲跟观众朋友跟旅客，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年的这个台湾的灯会。我们的展区里面特别融合了桃园的文化特色，包括桃园是全台湾最大的客家城。所以客家的文化非常的明显。桃园也是全台湾第2大的原住民的城市，另外呢还有新住民，所以我们把所有桃园的在地文化融合在一起。虽然民众欢喜看灯会，但是灯会定互人批评是无环保的活动，尤其是分挂灯会造成大量粪扫甲废电池，无符合国家政令的目标。对此，交通部讲，今年要分的纸外形挂灯，一半数量参往过同款是接电池的，另一半爱接民众家己的行动电源才会光，望减少废弃电池。我们这个小提灯，它的灯呢是不可以装一般的干电池。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个充电器来装上去，我们上面有装一个 Type C， 那用 Type C 提供电源，那未来我们就不会变成很多的干电池需要回收。灯区所有的作品其实都往这个 ESG 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也有这样低碳的方式。观光署长周英辉表示，这摆的灯会伫咧规划的时，就以选用 ESG 材质这款方式达到低碳的目标，希望逐年拢通豆豆进步。2025台湾灯会2月12元宵节迄天暗时7点正式起鼓，主灯每半点钟会有一摆灯光秀，一直到2月23暗时10点煞鼓。记者郭文李卓凯台北报道。交通部公布，去年1月到10月，这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顶年来比，桃园是变过较严重。之前交通部有邀请桃园来出席道安记者会，说互拒绝。因为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解说讲，有7个县市的道安数据是使人烦恼的，交通部有伫咧辅导甲要求。红色的轿车驶过桃园中立高铁南路5段，倒弯的时阵，去有沙石仔车撞到，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意外发生了后，相关的单位去会勘，认为若设置倒弯专用道，可能当减少事故。交通部初3公布2024年各县市799搭危险路口改善的情形，目前784搭已经改善，敢若剩桃园市、彰化县甲屏东县，因为招标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还未改善完成。桃园市有5处，那彰化县是9处。跟屏东县是1处。我们当时设定的时候，如果是说各县市在去年年底有完成的话，我们不管是国土署跟公路局会全额补助。对应各县市道路安全整体的表现，桃园市平均30天死亡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50个人。奥多拜事故甲食酒赛车死亡的人数嘛拢增加。新竹市过路人死亡的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0个人。新北市甲彰化县较侪回死者嘛拢比去年同期增加。这拢是2024年1月至10月整体道路安全表现相对较无好的县市。
我们确实有看到有一些县市的数据状况会让我们担心，可以来这个地方跟大家说明说，每个县市它在当地所做的道路安全的改善，只是用辅导的角度，没有主任主任感觉太权威我们大概就是辅导老师。为了提升过路人的安全，在一大台中市北区部分的路段设置新的行人庇护岛，不过2个月内发生16件去弄掉的事故。消基会讲，这应该要加强反光条等等的设施，嘛引起大家讨论。交通部嘛公布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参考的指引，避免过去以个别设施的方式，煞无效用实际的情形。透过图甲解说，列出18种无共情景的组合，予各县市政府正做改善车路甲相关工程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来应对超高龄社会，台北市政府伫104年开始推动到公务到电梯的补助方案，上济会当提供一栋公务480万的补助。目前全台北市已经有100间的公务处申请补助，甲这电梯斗起嚟啊！工人长咧施工，准备甲这栋30栋的旧厝头前加装电梯。台湾伫今年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时代逐工楼梯爬悬爬低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代志。为着要减轻时代的负担，台北市信基富台社区这10栋来已经加装13基的电梯。像我家，我的婆婆啦是93的啦，那真的对盖这个电梯对老人家真的超方便的。二老的人无要参加。无爱去，伊会使无爱去啊。后摆伊行情就较歹啦。社区主委表示，会想要装电梯，是因为台北市政府对民国104年开始推动老公寓加装电梯的政策，只要厝超过20年以上，6楼以下的公寓就会当申请，补助费是总工程的50%，上悬是300万。若是符合优先推动的地区，补助金阁会当提悬到480万。基本上拢是卡着经费的问题啦，社区也真正有这个需求大家看要哪甲费用部分讲明，安尼就有法度有成功的机会。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大约有8万多间的老公寓无电梯，目前只有100间申请成功，比例无悬。台北市政府表示，原因就出伫咧有的老公寓无空间装电梯，有的是社区居民大家拢有无共的意见。不过为着要建立友善的养老环境，市府表示，因会骨力进入社区宣传，鼓励老公寓会当多多利用政府的补助。记者陈阿选、王兴忠台北报道。伫前一阵台湾上涌的村这台机之声唔着引起讨论。最近台南的街仔路也出现3块大型台湾上涌的拜年看板，有民众认为讲，这个问题早就反映过，台南搁再甲这错误的村变搁较大地，反映了后的回应同款是版权问题。12路口车辆来来去去，远远就看到这块5层楼高的村看板，真显目。这是立委林俊宪今年上新的大型看板，要参大家分享台湾着12强赛冠军这件代志。不过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甲台湾上勇的村印出来，无用正字就引起讨论。这回伫台南佫出现放大的版本，这市民是认为无该透动。骑车有经过有看到，不过听讲介绍有人讲迄字有点唔对。无甲伊改过来，也是用即个台湾上好的送去的送，嘿，所以安尼讲市民长一看到了，感觉讲安尼是啊对，感觉足难摇的啦，嘿。这个台湾上勇看板是专台头一地向民众拜年来使用，即阵伫台南3个路口嘛通看到，原来是蔡其昌将林俊宪的直播节目时，因为村发了授权予林俊宪会当做看板，不过又搁互人质疑无用台文正字，林俊宪回应是考量版权才安尼生。就是讲人的版本安尼咱就甲尊重教育原来的版本，就伊用伊电子档电子的档案，咱就直接甲用。因为民众是讲希望政府会当带头做伙用台语的正字安尼啦，因是安尼讲。这建议嘛袂歹啊，好啊。表示讲大家有心想要用台语来书写啦吼，只是因为大家抑个对台语的书写抑个无讲介熟悉，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讲台湾上勇应该是上下的上，咱来用这个高尚的上。无论音也是字，其实拢是无介正确的。台语老师希望趁这个机会，会使互大家明白正字的重要性。台语该教育，开水讲台语，落笔写台文，安尼生才是正办的做法。因希望政府爱带头来做典范。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好，咱来看这台北市艋舺清水岩的祖师庙是这台北市的市定古迹。不过，伊外口的壁面互清洁队打广告，佮用油漆甲这痕迹嵌过去，一个面壁变甲是歹糊糊。庙方表示讲，这就代表大家对文化资产的保护这意识还佫不够，修复也着爱开到上百万。环保局即摆也要甲庙方呢做伙来修复。一大片壁道顶悬拢是一块一块白色的油漆，这是台北市市定古迹艋舺清水岩祖师庙的外墙，是因为互环保局的清洁员大煮大意打禁止乱弹粪扫的广告，造成壁道顶拢是黏胶。后来清洁员佮用油漆补救，互这道墙是愈补愈害。所以我也袂当讲怪遮做工的人，因为确实无了解，毋是讲伊知影伊调工要甲你用歹，毋是安尼嘛。我嘛知影，所以若是要如何来防止即款情形一而再发生呢？我认为这就是顶悬的主管单位文化局，还是其他的单位吼，因的责任，就是要通知所有咱市政府内底所有的施工单位。那台北市环保局庙方表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也伫2024年12月30日打施工公告单，因为是古迹，目前预估这道墙重新修复，恐惊爱开100万。庙方也呼吁政府爱重视文资的教育。对于文化资产观念的这一块的发生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加强教育同宣导这一块。好，对于相关的古迹墙面的文化资产是不可以任意去破坏的。那当然我们深表遗憾，但是我们后续会再加强所有同仁的教育，好，那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针对这届对古迹的伤害，台北市环保局甲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拢表示会依照文资法，积极和庙方文化局讨论后续修复的工作，协助申请国赔。未来也会更加注心文资的教育，做伙保护珍贵的文化资产，避免对古迹的伤害一再发生。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顺天美术馆创办人柯宏源博士，伊是中华好美人。伊在生时阵呢，收藏真侪台湾艺术家的作品。2019年，柯家呢，把这600多件收藏捐予政府。中华县立美术馆今年就特别规划顺天珍宝等后头的展览，展览上百件对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台湾艺术品。石川金一郎的风景。但顶坡的战后，阁有北风中的菊花，一百为1930年代到1980年代画作，拢是台湾药学博士柯宏源的收藏。即阵当伫咧中华县立美术馆展出。伫咧中间的80几档的这个跨剧的中间吼，来展现柯先生一世人真无私心的收藏，甲台湾遮的宝贝，今仔日留伫这个所在，是咱台湾的公营。顺天美术馆的创办人柯宏源博士，毋但对汉药科学科有真大贡献，伊嘛是台湾美术史重要的保存者。伫1950年代，台湾也无公立美术馆的时，伊就开始收藏台湾艺术家的作品。2019年，柯宏源的后生柯照信遵照800委员，甲600多件收藏捐予国美馆，希望众人拢会当看到这的艺术品。顺天的这一批珍宝呢，从2019年的时候。进入我们国美馆的库房，我们也一直努力的把顺天的这一批宝藏，不断的利用各样的机会把它展示出来。因为当初许宏源博士有说他说这一批的这个作品呢，是属于全体的台湾人的。因为爸爸你讲，伊袂当做什么货，但是伊还要对艺术的中间来找出台湾历史的演变的经历，离苦。欢喜的时间，对迄个作品内底，会当去欣赏起来。中华县立美术馆表示，这边计共展出106件作品，包括廖继春、李梅秋、陈进、王秀英侪人的作品。透过展览，未来会当看出艺术家对台湾这块土地感情，未来嘛要互民众了解台湾美术史的发展过程。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天气变寒了后，这海拔较低的所在有机会看到台湾乌熊。伫花莲岛溪乡，就民众发现到一只台湾乌熊，或者狗仔掠一个爬到树顶闭起来。林保署也提醒大家，若准碰到这台湾乌熊，莫去甲脚叉，才袂甲惊到。
它要下来了。倒溪向山区的狗仔一直吠，引起爬山民众的注意。步道边仔树林竟然有只台湾乌熊，伊亲像惊狗仔热，爬起伫树仔顶，唔敢落来。虽然真侪狗想要逃离开，不过到尾还是爬登去树仔顶。不是小事，你看。不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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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下来。是还不敢下来，他怕过。对。这种画面引起袂少人讨论，有人认为乌熊爬树仔真古锥，有人认为无应该放狗仔甲行。林保署花莲分署是讲，拄到乌熊的时阵，请保持冷静，唔通发出声音，以免甲惊到。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装死啊，或是爬上树可以避免被熊侵扰，这是正确的吗？这其实是绝对错误的哈，因为熊比我们会爬树，而且熊是一种腐食动物，然后最正确的还是就是看着它，然后不要惊扰它，然后慢慢离开。林保署花莲分署讲，100年伫倒溪乡进行台湾乌熊活动范围的调查时，发现四周围山区已经是乌熊活动的所在。到即卖已经认出20只以上无共乌熊，提醒民众，台湾乌熊袂冬眠，气候寒冷的时阵，因会迁徙到中继海拔山区活动，所以甲熊接触机会一定会增加。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英格兰南部旧金郡有一搭乌矿厂的工人发现讲，这地壳准了无正常，随有研究团队来遮看，因就发现讲，这是英国目前为止呢上界大的恐龙脚链，总共有5条，上界长的超过150公尺，大概有200只恐龙的脚印，这年代就可能是1.66亿万年前。对无人机所翕画面看到，研究人员正详细地学，并且研究每一个恐龙的脚印。研究团队讲，甲以往发现的恐龙的脚印位置来比较，即摆发现上界特别的所在，除了脚印数量真多，而且会使明显看到恐龙行的方向。发现这位置其实是真拄好，当地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采石场。2004年6月中间，一个工人正伫青图顶边的黏土，准备要挖落去，可是感觉地面上有无平常的震动，刷来就发现，敢像是恐龙脚印的物件，结果引发古生物学家真大兴趣，随带队来。This is by far the largest dinosaur track site anywhere in the UK. It's actually one of the largest dinosaur track sit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these incredibly long dinosaur trackways, so some of these are stretching well over 150 metres. 研究人员发现的恐龙的脚印路线总共5条，其中4条是由体型真大的鲸龙所留落来。另外第5条的路线是体型较细、重量大约700公斤到1100公斤的巨齿龙。也到即阵为止，全世界确认属有巨齿龙的化石，拢是来自英国的牛顶郡。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所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3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